你有冇試過去超市或者街市買雞蛋嘅時候，企喺個蛋架前面定咗型，左邊一盒紅殼蛋，右邊一盒白殼蛋。紅殼蛋賣幾十蚊盒，白殼蛋又平幾塊，甚至貴嗰啲日本蛋。到底應該點揀？好多人以為紅殼蛋係土雞蛋，係有機蛋，營養一定好過白殼蛋。又有人話白殼蛋先係正宗，蛋白特別滑。到底邊種最有營養？定係我哋一直以來都花咗好多冤枉錢，交咗咁多年智商稅？今日我就一次過同大家將呢個困擾咗大家幾十年代嘅雞蛋迷思徹底解開。只要你聽完呢一段，保證你以後去買嘢，一眼就睇得出邊隻雞蛋先係最有 CP 值，千祈唔好再買錯白花錢啦。我哋先嚟講下最根本嘅問題，到底點解雞蛋會有紅殼同白殼嘅分別？係咪為咗唔同嘅飼料，定係雞媽媽嘅身體健康狀況唔同？其實答案比大家想象中簡單得多，亦都非常之科學。蛋殼嘅顏色9成9係由母雞嘅基因同品種決定嘅。簡單啲講，即係龍生龍，鳳生鳳。母雞嘅羽毛同耳垂顏色，基本上就決定咗佢生出嚟嘅蛋殼係咩顏色。一般嚟講，羽毛係白色，耳垂係白色嘅母雞，例如非常著名嘅白來韓雞，佢哋生出嚟嘅雞蛋，蛋殼就係雪白雪白嘅，而羽毛係紅褐色、棕色，耳垂係紅色或者暗色嘅母雞，例如羅島紅雞，生出嚟嘅蛋殼就會帶有紅褐色或者深棕色。咁蛋殼嘅紅色到底係點樣嚟嘅呢？喺母雞生蛋嘅最後嗰幾小時，母雞嘅輸卵管壁會分泌出一種叫做原卟啉嘅色素，呢種色素附着喺蛋殼嘅最外層，就形成了我哋見到嘅紅殼蛋。如果你拿一隻紅殼蛋，用硬物輕輕刮個表面，你甚至會發現嗰層紅色可以被拖走，裏面其實依然係白色的。所以蛋殼顏色純粹係母雞嘅一種生理特徵，就好似我哋人類，有啲人皮膚白啲，有啲人皮膚黑啲，或者有啲人係黑頭髮，有啲人係金頭髮一樣，根本同雞蛋裏面嘅營養價值完全冇直接關係。講到呢度，相信好多人會問，既然營養冇分別，咁點解喺街市或者超市裏面，紅殼蛋往往賣得比白殼蛋貴呢？呢個就係好多商家唔會主動同你講嘅商業秘密啦。生紅殼蛋嘅中式母雞通常體型比較大，體重比較重，佢哋每日需要吃嘅飼料量遠遠多過體型嬌小嘅白色母雞。你想下，母雞食得多，養雞場嘅飼料成本就自然高咗，生出嚟嘅每一隻蛋成本亦都跟着提升。加上傳統觀念裏面，好多老一輩嘅人覺得紅褐色代表寶，覺得紅殼蛋係走地雞或者土雞生嘅，市場需求大，商家自然就順理成章將紅殼蛋嘅價錢定得高一啲。所以你多付嘅嗰幾塊錢，其實唔係買緊額外嘅營養，而係喺度幫嗰隻體型比較大嘅中式母雞支付佢嘅伙食費咋。咁到底紅殼蛋同白殼蛋喺營養上面有冇哪怕係一點點嘅微小分別呢？科學家早就做過成千上萬次嘅實驗，拿兩種蛋殼顏色嘅雞蛋進行極其精密嘅營養成分分析，結果顯示，不論係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定係膽固醇，兩種雞蛋嘅含量幾乎係一模一樣，差異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如果要好嚴苛咁講，因為中式母雞體型稍為大少少，佢哋生嘅蛋可能喺極個別嘅微量元素，例如維他命 A 或者脂肪含量上有非常微弱嘅萬分之幾嘅差異。但呢種差異喺日常飲食裏面完全可以 ignore， 對我哋身體嘅吸收根本冇任何實質影響。所以千祈唔好再以為紅殼蛋營養特別高啦，呢個完全係一個維持咗幾十年代嘅美麗誤會。除咗蛋殼顏色之外，大家買雞蛋嗰陣，仲有一個好常見嘅誤區，就係睇蛋黃嘅顏色。有啲人敲開隻蛋，見到蛋黃係金黃色甚至深橙色，就會好興奮咁話：哇，呢隻蛋好有營養，一定係好蛋。反之，如果見到蛋黃顏色比較淡，偏淺黃色，就會覺得呢隻蛋品質差，冇營養。呢個觀念其實同樣係大錯特錯。蛋黃嘅顏色既唔代表營養高低，亦唔代表隻雞健不健康。它唯一代表嘅就係嗰隻母雞最近食咗啲咩飼料。蛋黃嘅顏色主要來自於色素，特別係類胡蘿蔔素，例如葉黃素同玉米黃素。如果養雞場喺飼料裏面加咗好多黃色或者紅色的成分，例如玉米、木薯草粉，甚至係金盞花瓣、辣椒粉等等，母雞吸收咗呢啲色素之後，色素就會沉澱喺蛋黃裏面，令到蛋黃呈現出好靚嘅深橙色，甚至偏紅色。相反，如果母雞食嘅係以小麥、大麥或者白高粱為主嘅飼料，缺少咗呢類天然色素，咁佢生出來嘅蛋黃顏色就會非常淺。喺2010年代之後，好多精明嘅商家捉準咗消費者睇顏色買蛋嘅心理，特意喺飼料裏面添加天然嘅植物色素，專門打造出深橙色蛋黃嘅高檔雞蛋嚟賣貴啲。
雖然葉黃素對眼睛有少少好處，但單論雞蛋最核心嘅優質蛋白質同整體營養價值，深黃色同淺黃色嘅蛋黃係完全冇分別嘅。既然蛋殼顏色同蛋黃顏色都唔代表營養，咁我哋去超市或者街市買雞蛋，聰明人到底應該睇啲咩？點樣先可以挑選到真正新鮮、優質又抵買嘅雞蛋呢？呢度有幾個非常實用嘅判斷方法，大家一定要記落嚟。第一，睇蛋殼嘅表層質感。好多人以為表面越光滑、越亮堂堂嘅雞蛋就越新鮮，其實咁係完全錯嘅。新鮮生出嚟嘅雞蛋，蛋殼表面會有一層薄薄嘅微小嘅膠質膜，叫做蛋殼膜或者膠質層。呢層膜嘅作用係用嚟封住蛋殼上面數以千計嘅微細氣孔，防止外面的細菌入侵，亦都防止雞蛋裡面嘅水分蒸發。因為有呢層膜嘅存在，真正新鮮嘅雞蛋表面摸落去應該係有點粗糙，摸落去有少少粉粉嘅感覺，甚至光澤係比較雅致嘅。相反，如果隻雞蛋摸落去非常光滑，甚至喺光線下閃閃發亮，咁往往代表隻蛋已經放咗一段好長嘅時間，表面嗰層保護膜已經退化或者被磨損咗，細菌好容易已經侵入咗裡面，呢種蛋反而冇咁新鮮。第二，用手輕輕搖晃雞蛋。買雞蛋嘅時候，你可以拿起一隻蛋，放喺耳仔邊，輕輕搖一搖。如果你完全聽唔到任何聲音，感覺裡面好紮實，咁恭喜你，呢只係一隻非常新鮮嘅雞蛋。因為新鮮雞蛋裡面嘅蛋白同蛋黃都好緊密，而且氣室非常之少。但如果你搖嘅時候聽到裡面有水聲或者咕嚕咕嚕嘅晃動感，咁就代表呢隻雞蛋放得太久，裡面嘅水分已經大量蒸發，氣室變大，蛋白亦都變稀了，品質已經大打折扣，千萬唔好買。第三，用水浸測試法，呢個方法非常適合買完雞蛋返到屋企之後進行測試。你可以準備一杯清水，將雞蛋放入去。如果雞蛋即刻沉喺杯底，而且平平咁橫躺喺度，咁代表這隻蛋極度新鮮。如果雞蛋喺水底斜斜地站立，代表已經放咗大約1-2個星期，但依然可以食用。但如果隻雞蛋直接浮喺水面上，咁就代表裡面嘅氣室已經膨脹得非常大，雞蛋很可能已經變質甚至腐爛，千祈唔好食，要立刻扔掉。第四，睇烤開之後嘅蛋白同蛋黃形狀。當你把雞蛋打喺碟裡面嘅時候，新鮮嘅雞蛋蛋黃會好似一顆半球形一樣，非常立體，鼓鼓地立喺中間，而且蛋黃周圍會有一圈非常濃稠厚實嘅濃蛋白包圍住，外圍先係稀蛋白。但如果係唔新鮮嘅雞蛋，打出來之後，蛋黃會扁塌塌，甚至一打就散開。蛋白亦都好似水一樣向四周散開，呢種就係蛋白結構已經破壞嘅表現。講到呢度，大家可能仲會關心一個問題：既然買雞蛋唔睇顏色，咁平時我哋去超市睇到嘅嗰啲走地雞蛋、有機雞蛋、Omega-3雞蛋、日本可生食雞蛋，到底又係唔係物有所值呢？係咪真係值得我哋花多1倍甚至2倍嘅價錢去買呢？我哋一齊嚟拆解一下。首先係走地雞蛋同農家土雞蛋，好多人覺得走地雞喺山坡上自由奔跑，食蟲子、食雜草，生出來嘅蛋一定比養殖場籠養嘅雞蛋好。從動物福利嘅角度嚟講，走地雞嘅生活環境確實比較人道，呢點值得支持。但從科學營養學嘅角度睇，走地雞因為喺戶外活動，食嘅嘢雜七雜八。有時食蟲，有時食草，甚至有時會吃到受污染嘅土壤或者水質，所以走地雞蛋嘅營養成分其實非常唔穩定。相反，大型現代化養殖場嘅籠養雞，食嘅係經過專業營養師精確配比嘅飼料，裡面嘅蛋白質、維他命同礦物質比例非常平均，所以生出來嘅雞蛋營養反而更加穩定。而且走地雞蛋如果未經過嚴格嘅消毒同檢驗，蛋殼表面帶有沙門氏菌等有害細菌嘅風險，其實比嚴格管理嘅養殖場雞蛋更高。其次係 Omega-3強化雞蛋，呢類雞蛋喺市場上賣得相當貴，佢哋嘅原理係喺母雞嘅飼料裡面加入了富含 Omega-3脂肪酸嘅食物，例如亞麻籽、海藻或者魚油。母雞吸收之後，生出嚟嘅雞蛋裡面確實會含有比較高嘅 Omega-3脂肪酸。如果你平時極度討厭食魚或者對海鮮過敏，咁透過呢類雞蛋嚟補充 Omega-3，確實係一個途徑。但如果你平時本來就有食三文魚、沙丁魚或者堅果嘅習慣，其實完全冇必要花大價錢去買 Omega-3雞蛋，因為你從一塊普通嘅魚肉裡面吸收得到嘅 Omega-3已經遠遠超過食好幾隻雞蛋啦。再嚟就係近年喺香港非常流行嘅日本可生食雞蛋，好多人去超市買日本蛋，例如蘭王、新紀元等等，覺得呢啲蛋打出嚟黃澄澄，甚至直接拌飯食，好滑好正。呢類雞蛋之所以貴，
最核心嘅價值唔係喺於營養比較高，而係喺於佢哋嘅衛生安全標準極高。日本對於可生食雞蛋有一套非常嚴苛嘅管理體系，從母雞嘅洗澡、消毒、疫苗接種到雞蛋採集後嘅清洗、殺菌、光照檢測、氣室同裂痕，再到嚴格嘅冷鏈運輸，確保蛋殼同蛋裡面完全唔含沙門氏菌。所以如果你係想整溫泉蛋、溏心蛋或者做日式生蛋拌飯，買呢類高標準嘅可生食雞蛋係完全值得嘅。呢個係買一份安全同安心。但如果你買返屋企只係用嚟做蒸水蛋、炒苦瓜或者煮大滾湯，高溫已經將所有細菌殺光光，咁買普通嘅合格雞蛋就已經完全足夠，唔需要花呢啲昂貴嘅成本。講完點樣揀雞蛋，我哋再嚟傾下大家平時喺屋企保存同處理雞蛋嘅時候最容易犯嘅幾個致命錯誤。好多人買完雞蛋返屋企，第一件事就係拿去水龍頭下面沖洗，覺得蛋殼表面有雞屎同污頭，狗舌好不衛生。洗乾淨先放進雪櫃，覺得咁樣先至乾淨。如果你都有呢個習慣，一定要立刻停止，因為我哋剛才講過，蛋殼表面有一層天然嘅微小保護膜，你用水一洗或者用布一擦，呢層保護膜就會被徹底破壞。洗完之後，水分會攜帶住蛋殼表面的細菌，順住蛋殼上嘅微細氣孔，直接滲透入雞蛋裡面。結果你以為洗乾淨咗，反而係加速咗雞蛋嘅變質同細菌滋生。正確嘅做法係買返嚟之後唔好洗，如果有明顯污垢，用乾紙巾輕輕擦掉即可。等到你準備落鑊煮嘅那一刻，先用水沖洗蛋殼表面。第二個常見嘅保存錯誤就係雞蛋擺放嘅方向，很多人放雞蛋入雪櫃係隨手亂放，或者將尖嘅那一頭朝上。其實擺放雞蛋最好嘅方法係尖頭朝下，圓頭朝上。點解呢？因為雞蛋嘅圓頭那一端裏面有一個氣室，如果將圓頭朝上，氣室就會喺上方，蛋黃因為密度關係會浮喺中間，唔會貼住蛋殼。但如果你將圓頭朝下，氣室被壓喺下面，蛋黃就會向上浮，久而久之，蛋黃就會貼住蛋殼，容易造成貼殼蛋，令到雞蛋更快變質。所以記住尖頭向下呢個小細節，可以令你嘅雞蛋保存期限延長好幾天。第三個保存錯誤就係將雞蛋放在雪櫃門口嘅蛋架上。雖然幾乎所有雪櫃嘅設計都有喺門口位做一個蛋架，但其實雪櫃門係整個雪櫃裏面溫度最唔穩定嘅地方。每次你開關雪櫃門，門口嘅溫度就會大幅度波動，溫度一高一低，容易令到雞蛋表面產生凝結水珠，從而滋生細菌。最理想嘅保存位置係將雞蛋連同原裝嘅盒子直接放在雪櫃裏面獨立嘅層架上，靠裏面嘅位置，嗰度溫度最恒定，最有利於雞蛋嘅保鮮。講到雞蛋，仲有一個繞唔開嘅熱門話題，就係膽固醇。我相信好多40-50歲以上嘅朋友或者家中有老人家嘅都聽過一個流傳咗好多年嘅說法，一日最多只可以食一隻雞蛋，食多咗膽固醇會過高，容易心臟病發。呢個說法到底係真定假？呢個迷思嘅源頭可以追溯到1968年，當時有外國嘅心臟協會建議大眾每日嘅膽固醇攝取量唔好超過300毫克，而一隻大雞蛋嘅蛋黃大約就含有200毫克左右嘅膽固醇，所以當時嘅專家就推斷食2隻雞蛋就超標啦。然而，隨住醫學同營養學喺過去幾十年間嘅巨大進步，科學家們喺2015年左右發表咗大量嘅大型研究報告，徹底翻案咗呢個舊觀念。現代醫學研究證實，我哋人體血液裏面高達7成至8成嘅膽固醇，其實係由我哋自己嘅肝臟合成嘅，只有2成至3成係來自於飲食。而且人體有一個非常精妙嘅調節機制，當你從食物裏面攝取嘅膽固醇多咗，肝臟就會自動減少合成；當你食少咗，肝臟就會合成多啲。對於絕大多數健康嘅成年人嚟講，飲食裏面嘅膽固醇對血液中膽固醇水平嘅影響非常微弱。真正令到你血液裏面壞膽固醇飆升、血管硬化嘅罪魁禍首，唔係雞蛋裏面嘅膽固醇，而係飽和脂肪同反式脂肪，例如油炸食物、牛油、糕點、肥肉等等。喺2015年，美國飲食指南就已經正式取消咗對每日膽固醇攝取量上限嘅限制。多項追蹤咗幾十萬人、長達10幾20年嘅權威研究都顯示，每日食1至2隻雞蛋，甚至對於健康人群嚟講，每日食3隻，都完全唔會增加患上心臟病或者中風嘅風險。相反，雞蛋裏面含有豐富嘅卵磷脂，卵磷脂係一種非常好嘅乳化劑，反而有助於血液裏面嘅脂肪代謝。所以只要你身體健康，冇嚴重嘅基因型高膽固醇血症或者嚴重嘅心血管疾病，
根本唔需要因為害怕膽固醇而放棄蛋黃。蛋黃裏面集中咗雞蛋幾乎所有的維他命 A、維他命 D、維他命 E、維他命 B12、葉酸、鐵、鋅以及葉黃素。如果你食雞蛋只食蛋白，扔掉蛋黃，嗰你其實係扔掉了這隻雞蛋近乎80%嘅精華營養，簡直係大大嘅浪費。既然雞蛋咁好，咁喺烹調方法上面又有咩講究呢？點樣煮雞蛋先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營養，又最容易被人體吸收？我哋常見嘅雞蛋做法有好多，水煮蛋、蒸水蛋、荷包蛋、炒雞蛋、生雞蛋拌飯等等。從營養吸收率同消化難易度嚟排序，最推薦嘅做法係水煮蛋同蒸水蛋。水煮蛋同蒸水蛋嘅加熱溫度相對溫和，蛋白質嘅變性程度剛剛好，營養吸收率高達99%以上，而且因為唔需要添加大量嘅食用油，熱量極低，係最健康嘅吃法。相反，如果你係做炒雞蛋或者煎荷包蛋，雖然香噴噴，但因為蛋黃同蛋白極度吸油，一隻普通幾十卡路里嘅雞蛋炒完之後吸埋油，熱量可能即刻翻倍，變成100多甚至200卡路里，而且高溫煎炸會破壞雞蛋裏面嘅脂溶性維他命，甚至產生氧化產物。所以炒蛋嘅時候記得要控制油量。至於好多年輕人喜歡嘅生食雞蛋，例如日式生蛋拌飯，雖然口感滑溜，但從營養吸收嘅角度嚟睇，生雞蛋嘅蛋白質吸收率其實只有大約50%左右，遠遠低於煮熟嘅雞蛋。因為新蛋白裏面含有一種叫做抗生物素蛋白嘅物質。它會喺腸道裏面結合維他命 B7、生物素，阻止人體吸收。只有將雞蛋加熱煮熟，呢種抗生物素蛋白才會被破壞。加上生雞蛋存在沙門氏菌感染嘅風險，除非係明確標明可生食嘅高品質雞蛋，否則一般嘅雞蛋切記一定要徹底煮熟先好食。總結一下我哋今日講嘅精髓，以後大家去街市或者超市買雞蛋，心裏面一定要有呢套精明買蛋法。第一，唔好再被紅殼定白殼所困擾，蛋殼顏色只係母雞羽毛品種嘅決定，營養價值完全一樣。如果紅殼蛋比白殼蛋貴，果斷揀平嗰款白殼蛋，千祈唔好花冤枉錢。第二，唔好盲目追求深橙色嘅蛋黃，蛋黃顏色只代表母雞，食咗咩色素飼料唔代表營養特別高。第三，挑選雞蛋睇質感，揀表面微粗糙、有粉狀保護膜嘅，搖落去冇水星嘅，咁樣先係新鮮好蛋。第四，屋企保存要正確，買返嚟千祈唔好用水洗，放雪櫃要尖頭向下，圓頭向上，放喺雪櫃內層，唔好放喺門口蛋架。第五，健康人士唔需要害怕蛋黃，每日1至2隻全蛋，蒸或者水煮最營養，唔好再將營養豐富嘅蛋黃扔掉啦。其實生活裏面好多看似複雜嘅選擇，只要我哋明白咗背後嘅科學原理，就會發現根本唔需要花大價錢去買嗰啲被商業包裝出嚟嘅高端概念。買雞蛋最緊要係新鮮、安全、平靚正。希望今日呢篇詳細嘅分享可以幫大家喺日常買餡嘅時候慳返唔少錢，同時又食得更健康、更安心。如果你覺得今日嘅資訊對你有幫助，記得分享俾身邊成日買嘅屋企人同朋友，大家一齊做個精明嘅消費者。我哋下一次再見啦！